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等台湾父母的教育期待。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是许多台湾父母的共同心声，他们期望孩子能比自己更优秀，拥有更好的生活，因此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。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，许多父母就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与时间，安排孩子参加各种才艺课、语文课或补习班，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。这样的教育期待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补习文化。许多学生除了正常上课时间，放学后还要马不停蹄地前往补习班，常常一整天下来，学习时间超过12个小时，早上6点多出门，晚上10点多才回家，是不少学生的日常。长期下来，不仅让学生身心俱疲，也使他们对学习失去兴趣。虽然补习班能提供大量练习与考试技巧训练，帮助学生在成绩上有所表现，但也有不少专家担心，这样的学习方式过于重视分数，忽略了创造力、批判思考和解决问题等能力的养成。学生习惯接受标准答案，却不懂如何自己思考与表达观点，这成为台湾教育发展中的一大问题。当然，父母用心栽培孩子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他们希望透过教育，给孩子更多选择的可能。但孩子的成长不只是成绩单上的分数，情绪发展、人际关系、自我认同等也同样重要。若父母对孩子的期待过高，或过度安排孩子的生活，反而可能造成压力与反效果。